相信好多香港街坊近期幫襯連鎖快餐店，都會有一個好強烈、好唔舒服嘅直觀感受。而家食快餐真係越來越無底，簡簡單單一個賀午茶，一碗細細碗嘅叉燒飯加凍飲，隨手埋單就要40-50蚊。如果想食個正經正倉鐵板牛扒、焗豬扒飯，再加特飲，隨時60-70蚊先搞得掂。最離譜嘅係價錢年年加價，越賣越貴，但係食物份量就越縮越細，質素更加係斷崖式下滑，完全冇返當年大家熟悉嘅水準啊！好多人第一反應都會覺得而家餐飲膊頭加價加得咁狠，食材、人工、租金全部轉嫁俾消費者。呢啲連鎖飲食巨頭肯定轉到盤網博網，轉緊街坊血汗錢。但只要你抽時間睇返2026年最新嘅官方業績報告，就會發現一個極度反常、細思極恐嘅真相。曾經被全港省府退休人士奉為保本神股、抗通脹首選嘅大家悅，最新財政年度盈利竟然大幅倒退，接近30%，業績表現遠差市場預期。但呢單新聞最詭異、最值得警惕嘅地方，根本無係佢賺少咗，而係佢嘅盈利大幅縮水、業務持續走下坡嘅前提之下，依然堅持派發超高股息，派息比率誇張到完全唔符合商業常理，甚至出現派多過賺嘅畸形現象。透過呢種非常規財技操作，大家略大股東正悄悄掏空公司多年積累嘅現金儲備。呢個動作根本無係回饋股東，而係明目張膽嘅撤退套現，足以證明頂級財團已經睇淡香港餐飲未來，趁住行業仲有最後一絲價值，喺市場徹底崩盤之前快速離線。而同大家略並肩稱霸香港飲食界，由伍氏家族同劉乃國際聯手掌控嘅美心集團，今年嘅處境同樣水深火熱，危機四伏。過去幾年，美心一直採取激進擴張策略，喺全港各大裕民商場慌房承租巨型鋪位，打造個旺尺綜合餐飲旗艦店，企圖靠大規模搶景體驗搶佔市場，壟斷客流。但踏入2026年，呢啲曾經被視作王牌資產嘅旺尺巨鋪，全部淪為每月持續燒錢嘅無底深潭。租金、人工、電費等固定開支，一得集團喘不過氣，大規模結業、縮鋪、轉型已經成為常態。過往幾十年喺香港市場無往不利、穩賺不賠嘅兩大飲食巨頭，一個靠掏空家底、超高派息、緊急套現離場，一個被昔日王牌巨鋪拖累，持續巨額虧損，兩大霸主同時陷入絕境，絕對無係偶然嘅商業風波。今日我哋鋪開所有公關包裝、行業夾上，用最貼地、最深入嘅角度，拆解香港餐飲業正在經歷嘅8級大地震嘅看透大財閥嘅真實盤算，特懂當下香港經濟最真實、最殘酷嘅底層真相。首先，我哋深入拆解大家樂最新嘅財務困局。呢間陪伴香港人成長幾十年嘅連鎖餐飲龍頭，曾經係無數投資者心目中最穩陣嘅防禦性資產。由2010年至2018年呢段經濟黃金期，大家樂嘅商業模式堪稱門尾。經濟景氣嘅時候，市民消費力強勁，無論快餐、休閒餐飲都座無虛席，利潤節節攀升。經濟低迷嘅時候，中產基層殺減高端消費，紛紛降格選擇平價快餐，反而帶動大家綠營逆壓，逆市上等。正因為呢仲順境逆境都賺錢嘅特性，好多退休長輩、穩健散戶都會摸入大家樂股票收息，將佢當成堪比公用股嘅保本避風港，認為係萬無一失嘅被動收入來源。間時代出底變天，踏入2026年，呢個延續10幾年嘅神貨已經蝕底破滅，不復存在。根據大家樂官方公布嘅2025至2026財政年度全年業績報告，集團整體營收同比下跌 4.5%， 跌至81.832億港元。股東應佔純利大幅暴跌 29.5%， 近乎腰斬30%，繼近年最大跌幅。4份業務數據更加慘淡。本港速食餐飲收入下跌 5.9%， 休閒餐飲業務收入下滑 6.4%， 兩大核心主業全線收縮，足以印證本地餐飲市場嘅持續低迷。表面上睇，業績倒退嘅原因好清晰，一方面係持續多年嘅北上消費熱潮，
徹底抽走本港週末假日核心客流。另一方面，食材、原材料、人力薪酬、電力能源等經營成本持續飆升，雙向解壓之下，企業利潤率不斷收窄，持續受壓。但如果我哋只係停留在賺少咗呢個表層人資，就永遠睇無透背後嘅資本套路。真正關鍵係管理層喺行業寒冬之下嘅反常操作。上市公司面對行業下行、盈利大跌，最標準嘅自救動作絕對清晰。第一，收緊開支，留存充足現金流，重幣但要應對長期寒冬。第二，主動降低派息比例，將留存資金用於產品升級、店鋪優化、數碼化轉型，降低長期經營成本。第三，必要時回購股份，穩定股價，提振市場信心。呢啲全部係負責任管理層嘅常規操作，目的都係保住公司實力，等待市場復甦。但大家樂嘅大股東同管理層偏偏反其道而行，做出咗一套完全違背市場規律、極度反常嘅操作。喺全年純利大跌近30%、主業持續疲軟嘅情況之下，集團依然維持超高派息，全年合計派息每股40港仙，派息比率高達141.4%。簡單揀呢個數字意味着公司今年派出去嘅股息遠超全年實際賺到嘅利潤，多出嚟嘅分紅根本無係當年經營所得。完全係挪用公司過往幾十年積累嘅保留盈利同現金儲備，湯俗啲講就係食老本、掏空家底。喺財務領域呢種線上被稱為畸形高息派息透支，係大企業大股東最常用、最隱蔽嘅財技套現手段。好多街坊同散戶冇明白，點借管理層要殺雞取卵，不惜掏空公司儲備都要派高息。核心原因就係大家樂本質上依然係高度家族掌控嘅企業。羅氏家族手握公司大量股權，持股比例奇高。對於大股東嚟講，喺行業見底、前景暗淡嘅時候，繼續投入資金擴張升級，回報率極低，甚至隨時會賠本。資金留在公司帳面，只會逐年被虧損，蠶食貶值。反觀當下，透過高比例派息，可以名正言順將公司帳面現金轉移至股東口袋。持股最多嘅家族派系自然是最大贏家，比起每支嘅未來盈利，即時落袋為安嘅現金先係最實在嘅收益。更加精明嘅係呢種套現方式幾乎零風險、零負面影響。如果大股東在二期市場大手沽獲套現，一定會引發股價崩盤，觸動監管關注，還會引發市場恐慌，負面輿情產生。但派息係面向全體股東嘅公平操作，表面上係回饋投資者，仲可以吸引一眾看圖7-8厘高息、謀實深入分析財報嘅散戶盲目接貨，托住股價。散戶以為自己撿到平貨，穩收高息，誰不知已經接咗大股東嘅火棒。公司帳面現金被持續掏空，抵禦風險嘅能力直線下降。一旦未來遇到經濟逆風、行業危機、消費進一步萎縮，公司冇足夠現金流撐過寒冬，最終虧損、結業、股價暴跌嘅所有風險，全部由留守嘅散戶承擔。而大股東早就完成套現，將資金轉移至海外資產或者其他賽道，早早抽身離場，穩賺不賠。呢種精準收割散戶、無聲撤退嘅資本操作，先係大家樂近年業績反常背後嘅真正真相。講完大家樂嘅財技套現分局，我哋再將目光轉向另一大飲食巨頭美心集團。如果嘅話，大家樂嘅危機隱藏喺財報數據、派息規則入面，咁美心嘅絕境就赤裸裸擺喺全港市民眼前。行遍港九新界各大商場都可以直觀感受到呢個飲食王國嘅衰敗。美心絕對係香港覆蓋面最廣嘅飲食集團，旗下品牌橫跨所有餐飲賽道。傳統中菜有美心、皇宮、翠苑；快餐有美心、Mix；外來授權品牌有星巴克、元氣壽司、千嶺、Shake Shack， 仲有大量西餅麵包連鎖店，幾乎壟斷咗香港人日常所有飲食消費場景。過去10年，美心一直奉行霸權式擴張策略。尤其2018年之前市場鼎盛時期，專門鍾情各大商場嘅超大鋪位，動輒幾千甚至過萬平方尺，將多個自有品牌整合，打造綜合餐飲館，或者開食大型高端酒樓、西式餐廳。當年馬種模式之所以可行，穩賺大錢，完全貼合時代紅利。昔日香港自由行旅客絡繹不絕，中產消費力旺盛，婚宴、社團聚餐、商務應酬需求爆棚，週末、夾假日座無虛席，等位不當。雖然萬車俱破，月租動輒幾十萬、上百萬，固定成本極高，但超高翻台率、穩定客流、
可以攤薄成本，創造巨額營業額同利潤，係妥妥嘅賺錢王牌。但踏入2026年，時代紅利徹底消退，呢啲昔日王牌巨擘全面淪為美心最沉重嘅包袱。持續燒錢嘅無底深潭，三大致命硬傷，徹底鎖死佢哋嘅生存空間。第一個致命傷就係租金同坪效嘅嚴重失衡，呢個係所有大型餐飲鋪頭嘅核心死結。坪效簡單嚟講，就係每一寸鋪位能夠創造嘅營業額。昔日巨擘全天候滿卡，坪效極高，租金壓力完全可以被覆蓋。但通關之後，香港人嘅消費模式發生咗不可逆嘅結構性轉變。每逢週五晚開始，首10萬中產家庭、年輕消費主力期期北上，深圳消費、福田、羅湖、南山各大商場食肆擠滿講廣東話嘅香港人，原本屬於香港餐飲行業嘅週末黃金檔期，徹底淪為死檔淡市。而家週末走入美心各大商場，旺車巨拍，廠面極度冷清，幾百嘅座位，竟係得1、2台食客慢慢飲茶食點心，坐足幾個鐘咧都冇新客入場，晚市更加係冷清到離譜。但商場業主嘅租金絕對冇會因為客量暴跌而減免，就算部分租約實有營業額分成機制，基礎租金依然係天文數字。超大鋪位長期空置，零客流、零營業額，高昂固定租金，日日照計，直接將利潤徹底食間食淨。第二個致命傷係無比沉重嘅固定營運開支，人工同電費成為壓垮巨擘嘅第二座大山。好多人以為舖頭客少就可以削減開支，但大型餐飲舖頭根本冇呢個彈性。1萬尺嘅酒樓、西餐廳，無可以因為客少就無開冷氣、無開燈光、無啟動廚房設備，只要開門營業，全套大型設備就要全日運作。香港電費持續加價，每月電費開支已經係一筆巨款。更加致命嘅係人工成本，巨型舖頭需要維持完整團隊，樓面、廚房、水吧、收銀、清潔缺一不可。最少需要幾十名員工才可以維持基本運作。而家香港餐飲業人手極度緊缺，洗碗工、路面侍應人工年年上漲，基層崗位月薪普遍2萬起步，全職員工人工、狂急金、福利開支每月動輒幾十萬、上百萬。當營業額因為客流暴跌大幅殺水，巨額固定開支就會持續傳塞現金流，開白就實錢，越做越虧。但租約未完結，強行結業，又要賠付巨額違約金，進退兩難嘅困境，令美心大量巨擘長期陷入虧損泥潭。2026年6月，美心 MX 先後關閉海怡半島、西九龍中心2間分店，其中西九龍分店開業不足3年就結業，足以印證巨擘模式嘅徹底失效。結業潮亦逐步蔓延至全港門店。第三個致命傷係消費者心態同飲食文化嘅徹底斷層，舊模式已經完全追無上新世代需求。而家香港消費者，尤其年輕人，早已摒棄咗單純認品牌、認規模嘅消費習慣，更加追求新鮮感、性價比、個性化體驗。美心多年嚟堅持中央廚房標準化生產，所有食材統一預製，翻日出餐。雖然可以保證基礎衛生，但味道幾十年一成不變，毫無特色。偏偏定價持續走高，逐年加價，體驗卻一成不變，甚至倒退。反觀大灣區餐飲市場，內地連鎖品牌競爭激烈，迭代迅速，現炒現做，充滿貨氣，裝修精緻，黑盒打卡，服務貼心周到。最關鍵係價錢只係香港嘅1半，甚至1/3。香港人北上體驗過優質平價餐飲之後，再返香港幫襯美心大型連鎖舖頭，面對局促座位、冰冷服務、預製翻日嘅食物、高昂票價，心理關口根本無法接受。久而久之，美心傳統巨擘嘅客群持續老化流失，年輕新客完全無願意入局，客源斷層，市場萎縮，係時代淘汰舊商業模式嘅必然結果。將大家樂同美心兩大龍頭嘅困境擺埋一齊對比，我哋可以睇透香港餐飲業甚至整體經濟最殘酷嘅結構性真相。過去幾十年支撐香港飲食、零售繁榮、地產收益嘅地產寄生式餐飲模式已經識底，走到盡頭，全面崩塌。長久以嚟，香港大型連鎖餐飲同地產商形成穩固利益同盟，地產商掌控優質商場鋪位，優先租俾大家樂、美心呢啲大型連鎖巨頭，為商場穩定人流、提升估值。而餐飲巨頭就靠壟斷優質鋪位，缺乏市場競爭嘅優勢，透過壓縮食材成本、壓低基層人工、持續加價，
收割市民利潤，再將絕大部分收益以高昂租金嘅形式上繳俾地產商。喺呢個扭曲模式之下，香港市民每一次外出食飯，賬單入面3成至4成係租金成本，2至3成係人工開支，真正用喺食材、食物品質上面嘅成本不足2成。過往因為交通逼塞、選擇有限，香港市民冇其他消費渠道，未能夠被動接受呢種高值、高價、低性價比嘅消費模式。但而家1小時大灣區生活圈徹底成型，跨境交通便利，電子支付普及，港人可以隨時北上，享受高性價比美食、優質服務。消費者終於可以用繳投票，實底擺脫地產霸權捆綁嘅封閉消費市場。香港餐飲依靠高租金、高定價、低折數維持嘅泡沫，瞬間被徹底刺破。呢個結構性轉變啊，正係兩大巨頭無解困境嘅根源。地產商為咗維持商場估值，保障銀行抵押貸款安全，死撐租金，唔肯大幅下調，租金居高不下，餐飲巨頭就冇有空間降價優化品質，定價高，直數下就進一步流失本地客源，低默過北上消費同內地過江龍品牌，客源流失，營業額暴跌，企業只能夠計稅壓縮成本，加價減料，形成無借嘅惡性循環。近年太二酸菜魚、綠茶餐廳、蜜雪冰城、茶垢星球等大量內地餐飲品牌大舉進駐香港，進一步加劇行業內卷。呢啲內地品牌深耕激烈，內卷市場多年，供應鏈管理、數碼化原型、營銷模式、服務體系全面領先。香港傳統餐飲巨頭就算同樣承受香港高昂租金人工壓力，佢哋依然可以做到價錢更低、品質更好、體驗更佳，全方位碾壓本地老牌連鎖。面對全新競爭格局，守舊固化、依賴舊模式的大家略、美心自然毫無還手之力。面對絕境，兩大巨頭並非完全冇自救，但佢哋嘅自救方式全部係向消費者同基層員工開刀，最終只會加速自身衰敗。大家樂、大快活等港式快餐品牌近年全面推行自造點餐機、手機點餐，大幅削減收銀、路面人手，街坊入鋪基本冇人接待，長者無視操作失敗就只可以監價企度，消費體驗大打折扣。與此同時，持續食材降級、偷工減料成為常態。網絡上大量街坊投訴下午茶炸雞必縮水，嚴重豬扒薄、魚子片、奶茶茶底淡而無味，甚至出現添加劑取代傳統淡奶嘅情況。管理層以為靠每單幾毫幾蚊嘅成本壓殺就可以挽救業績，但實底忽略咗餐飲業最核心嘅口碑邏輯。每一次減料，每一次降級，都係揀走一批忠實熟客。客源流失之後，為咗守住利潤，只能夠繼續加價減脂，進一步加速客源流失，最終陷入崩塌式衰退。而美心嘅自救手段同樣治標不治本。近年大力收縮傳統中菜、大型酒樓規模，瘋狂關閉虧損巨擘，將資源傾斜去咖啡店、日式快餐等外來授權品牌。但而家香港消費市場再度升級，市民追求精品化、個性化體驗，單純依靠10年前嘅品牌光環，早已無法打動消費者，轉型效果微乎其微。講到呢度，相信大家已經失底睇清，大家樂大股東掏空式高息套現，美心患赤巨拍，持續巨額虧損，絕對無係兩單獨立商業事件，而係香港傳統實體經濟結構性崩塌嘅兩大重磅警鐘。呢個時代變局亦都為普通市民、散戶投資者帶嚟兩大刻骨銘心嘅喜事。第一，所有投資者必須徹底摒棄舊時代炒股思維，唔好再迷信傳統收息防禦股。過往大家認知當中穩健、保本、抗通脹嘅餐飲、零售、公用類股份，喺結構性經濟轉型面前，隨時會變成隱形債。以後見到高息股，千祈冇好盲目跟風入局，一定要深入拆借財報，分清股息來源係源自真實持續增長嘅主營業務利潤，定係掏空家底透支未來嘅畸形派息。盈利大跌去堅持超高派息，從來冇係企業慷慨，而係大股東逃生嘅信號。貪圖短期幾厘股息，最終只會轉息蝕本，深度被套。第二，普通市民要認清現實，香港餐飲業嘅陣痛期先啱啱開始，未來1-2年將會有更多老字號、大型連鎖食店、傳統酒樓陸續結業、縮步轉型。
我哋或許會細灰，童年回憶消失，本土情懷不再。但市場永遠藏好且公平，無會為情懷停留。任何商業模式，只要長期以來壟斷優勢、霸權保護、不思進取、拒絕創新，一味靠壓榨消費者、員工利潤生存，最終一定會被時代淘汰。未來能夠喺呢場餐飲大地震入面活落嚟，甚至逆市崛起嘅，絕對無係昔日靠地產霸權上位嘅老牌巨頭，而係真正用心經營、重視食材品質、優化服務體驗、貼合市民需求、性價比十足嘅良心商戶。而曾經稱霸香港、掌控本地飲食命脈嘅大財閥，依賴舊時代紅利嘅黃金歲月，已經一去不復返。其實我哋每一個普通消費者都親身見證住咧，請行業巨變。以前我哋幫襯連鎖快餐、大型酒樓，係因為方便、穩陣、有保障。而家我哋寧願北上消費，幫襯小眾小店，本質係用搞投票對抗僵化、傲慢、不思進取嘅舊商業模式。商入市場嘅核心永遠係價值交換，消費者願意為優質體驗、合理價錢買單，但絕對冇會一直為壟斷議價、劣質服務買單。舊時代嘅餐飲霸權正在逐步瓦解，新時代嘅市場競爭已經全面開起。呢個過程固然會伴隨陣痛、結熱潮、失熱潮、行業洗牌，無可避免。但亦都係香港實體經濟破舊立新、擺脫地產捆綁、回歸服務本質嘅必經之路。相信經歷呢場深度洗牌之後，香港餐飲業先可以擺脫畸形結構，真正回歸以人為本、以節為先嘅初心，先可以重新贏回本地市民嘅信任同支持。